其实吧，我去把顾星宇或者赵公子干掉的话，咱也不用结婚。怎么，跟我结婚还委屈你了？你放心，你那些破事我不会管，不管你是花天酒地也好，还是泡8把妹也罢，只要你把七七照顾好了，我每个月会给你5万块钱，算你的酬劳。钱不用，我有。给你就拿着，你那点钱够喝几次花酒？爸爸，我是很喜欢找漂亮姐姐喝酒的，七七有很多零花钱可以给你哦。没这回事。这不是我高中同学强奸犯林凡吗？你是林凡，要不是看你长得帅，老娘都不会多看你这穷鬼一眼。你竟然还敢拒绝我的表白，那你一定会后悔。哼，看到那辆车了吗？我新男友的，你呀，一辈子都买不起。罗菲菲。还记得我呢，看来是对我念念不忘。有事吗？我听说你当时被我甩了之后，竟然堕落到去猥亵自己的亲姐姐，还把她玩死了。哎呀，你这种畜生，不应该死在监狱吗？哈！爸爸，这个丑女人是谁呀？小畜生，你说谁丑呢？爸爸。哼，你这种人渣竟然还有女儿，该不会是强奸别人生出来的孽种吧？别逼我在我孩子面前扇你。菲菲，这保安是谁呀？说话这么狂。亲爱的，他就是我跟你提过的，我们高中那个猥亵自己亲姐姐的那个畜生。哎呀，没想到竟然已经出狱了，真是个狗东西！胡说，我爸爸才不是什么坏人。小野种啊，我跟你说，你爸爸呢，那就是个强奸犯，你嘛，说的也是那种。给你脸了是不是？行了，不用跟这种人浪扯，走吧。哎，美女，怎么着急去哪儿啊？多聊聊呗。好狗不挡道。嚯，脾气还挺大。不过在我看来，只有长得好看的美女才有资格发脾气。来，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样，有没有发脾气的资格？哎，不是欺负我妈咪。哪他妈来的小兔崽子，我滚一边去！找死！那你在打他？我家强哥可是东江巨无霸顾氏集团的市场部经理，你们打了他，你们全家以后都别想在东江立足。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不能欺负我女儿。你就只知道打打杀杀，这种人渣还需要挑日子吗？哼，现在知道顾氏集团的可怕了。不过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，跟我去酒店陪我1个月，只要把我伺候舒服了，我就考虑高抬贵手。强哥，闭嘴！陪你1个月是吗？对，1个月，只要你表现好，我不是不能给你一个包养的机会。那让我看看到底有多厉害。刚不是还说不能打打杀杀吗？我跟你不一样，我打坏了赔得起，赔得起。好，打了人想赔钱了事是吧？没那么容易。哎，我现在就给公司打电话，我保证让你们在东江没有立足之地，我要让你们跪下，在我面前求饶。不用给顾氏集团打电话，你被开除了。开除？哼，跟我玩角色扮演是吧？喜欢这个，跟我去酒店好好玩。像你这种人渣，开除你都便宜你了，我会通知整个行业将你封杀。你还演上瘾了，这个狐狸精！再有下次，我打断你的手！好，不把我们顾氏集团放眼里是吧？我现在就叫人过来，我要让你们跪在地上给我磕头舔脚。就你也配代表顾氏集团？秦志强，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是谁。顾总，我管你是谁，今天我非要花你的脸！你给我闭嘴！顾总，都是我有眼无珠。强哥，你跪下干嘛呀？我找人收拾他们呀！闭嘴！他就是顾氏集团的顾总顾若曦。若曦，顾总，
这个贱人挑拨离间，我是无辜的呀！我求你饶了我吧！像你这种人渣，就不配待在顾氏集团，不配有工作。现在立刻马上从我面前消失，滚！我小狗，爸，怎么样？妈咪是不是很厉害？妈咪是很厉害，不过跟爸爸还是差那么一星半点。是吗？爸爸比妈咪更厉害。那当然了，爸爸可以徒手拆核弹，我可以打过一个师的人。一个师是多少人呀？一个师有1万多人呢。哇，爸爸好厉害，爸爸好厉害！行了，别再吹牛了，骗小孩有意思。回家吃饭。走了，回家吃饭了。顾若曦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顾若曦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竟然跟一个保安结婚了！妈，这是我的自由，你不能干涉。赵家本来就扶持你堂弟顾星宇，跟你抢夺顾氏集团，你现在竟然嫁给一个保安，日后他们指不定用什么手段来对付你，你在这跟我谈自由？妈，其实赵家和顾星宇都算不上什么。你谁呀、在这乱叫骂？我是若曦的丈夫，我来也是想告诉你，有我在，没人能撼动若曦的地位。你以为你是龙牙的龙主，还是腾达集团的正副长？敢不把我和赵公子放？我爸爸是超人哦，他一定会保护好妈咪的。顾若曦，我劝你赶紧把顾氏集团交出来，然后再去求赵公原谅，否则我把你们母女都卖去当奴隶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东西。这是我家，轮不到你一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在这撒野！马上滚出去！贱人，打我！若曦让你滚，没听到吗？啊！行，都给我等着！林凡，你先带七七上楼，我来跟我妈沟通。给我站住！谁让你走的？妈，林凡是七七的亲生父亲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给我说清楚！咱先坐下慢慢聊啊。不，其实当年是发生了一些意外情况，不在乎他是什么职业，但既然已经这样了，说就不要去计较那些了。原来七七的爸爸是个保安，怪不得你瞒了我这么多年。只要他对七七好，其他都不重要。不能，在家享受片刻娱乐。裴煞，你来我家干什么？我们黑虎帮呢，受赵公子所托，希望顾总将顾氏集团60%的以1块钱的价格转让给顾星宇。不可能，顾氏集团是我父亲一手打造的，我是不会卖的。行了，既然如此，那你的股份就留着当做遗产吧。裴煞，赵英杰给了你多少钱？我给你双倍，只要你别再为难我。双倍，真大方。行了，先拿20亿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老子就是在抢，你能把我怎么着？胡总，做个选择吧，你是要你妈，还是要股份？裴煞，你混蛋！你给我冷着点，下一个才轮到你。别往外看了，我黑虎帮200个兄弟已经把这栋别墅包围，现在连只苍蝇飞不进来。你眼里还有王法吗？不好意思，在这东江，老子就是王法。我给你最后3秒钟，3、2、1，我真的。我也给你3个数，滚出这间屋子！他妈谁呀？我黑虎帮的事儿你也敢管？
我是这个家的男主人。一个小保安也敢到这儿来捉你，还敢管我黑虎帮的闲事，现在就弄死你！既然你不管，那就去死吧！哇，爸爸好厉害，超人，我的超人！林凡，黑虎帮在东江是地下霸主的存在，势力非凡。黑煞也是穷凶恶极，不是你能惹得起的存在。你带七七走吧。想走？老子今天可是见了你们全家，都彻底给我埋在这儿吧！黑煞，你不就是想要项目，想要钱吗？我签。不需要，你死我钱，一样是我的。你带着七七先走了，这里就给我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要不你自废你2条胳膊，带上你的人马上滚蛋！到临头，你还敢威胁我？兄弟们，请给我断了他的资质！黑煞，我警告你啊，你今天敢伤林凡一根汗毛，我就算倾家荡产也会找你拼命的。黑煞可不是吓大的，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别担心，就算是天塌下来，也有我顶着。妈的，你小子还有几分蛮力？如果你以为这样就敢跟老子斗了，我爸爸才不怕你们呢，他是超人。超人，老子外面200号兄弟，一人一刀，就算你是孙豪子，也能把你剁成肉馅儿。那就把你那200多少兄弟都叫过来，我一起解决。林凡，你快点闭嘴吧！就是因为跟你结婚，赵家才找黑虎帮对付若曦的。你还在这大放厥词，难道害得若曦还不够吗？妈，别再说了，跟林凡结婚是我主动的。黑煞，你的条件我答应，这次我签，但是你不要伤害林凡。我不答应。你能不能不要再胡闹了？外边200多号人呢，你打得过吗？就看他们再来2万人，也不能伤我分毫。妈咪，别怕，我爸爸是超人，一个人可以打过一个师哦。当然。行了，别再装了。他想要股份，我给他就是了。也怪我，本来就是一个花天酒地的渣男，不应该把你牵扯到这件事情来。我早就说过，就黑虎帮这几个鸟人，我能轻松解决呢。你能不能别再吹牛了？你就算不考虑我的死活，难道也不考虑七七吗？确实，不能让小孩子看到这种东西，会给他留下童年阴影。找台阶下，不嘴硬了。告诉你，今天你死定了！聒噪！你们在这等一下，去解决这个问题。好小子，有胆量，孤身一人就敢直面我200号兄弟，外面的兄弟给我听着，他给我剁成肉泥！这小娃娃，这家被宋心你害惨了。他被打死后，下个就轮到的是我们。凡，妈咪，别怕，爸爸一定会把所有坏人打趴下的，一定不会骗我的。黑煞，你说的这个东西，我现在就签，快叫你的人住手！完了，从他挑衅我黑虎帮开始，他就已经是个死人。我能死在自己家门前，也算是喜丧了啊！
快把他的胳膊给我送过来，我要拿他下酒。这酒今天是喝不上了。林凡，你怎么样了？没事，这都是他们的血。可是黑虎帮来了200个人呢。黑煞不过是在夸大其词。我就说嘛，如果真有200人，他怎么可能完好无损的回来？不过才197个人。197个你全打趴下了。那个，我错了，那个，对不起，我想做个好人。机会给过你，你没珍惜。说吧，想怎么死？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想死。公子，您帮我救救，我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骚扰你了。您帮我救救，我不想死了，求你了。黑煞就是个赖皮狗，没必要因为他走上犯罪的道路。对，我就是狗，以后我就是你一条狗，你让我动，我绝不敢往心。你们不配当我的狗，带上你的人滚出顾家。是，我滚。妈，你现在相信我有能力保护若曦和七七了吗？没那么简单，你能打200人，能打1万人吗？况且赵家可是东江王，这只是最不入流的手段罢了。接下来的事情可不是靠打打杀杀能够。妈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咱们去吃饭吧，七七都饿了。吃饭？我看你们还是准备吃席吧。顾星宇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哈哈哈，我当然是来看看你们怎么灰溜溜的滚出去。切，做梦！股份转让协议都签了，还嘴硬，有意思吗？你听谁说的？我签股份转让协议了，我是不会交出顾氏集团的股份。不见棺材不落泪，等着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，请。难道黑煞还没带人来？你说的是那个大块头吗？他带了很多人来，不过都被我爸爸打跑了。小丫头，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。这臭保安就是你给顾七七找的新爹吧？就这种废物，还想打跑东江的地下皇帝黑煞？要我把你把人都腿蹬断。行了，别在我面前装狠了，肯定是黑煞他们没有闲工夫。正好赵公子也后悔让他们掺和进来，完全没必要。你回去告诉赵姨子，让她规矩点，否则我跟她玉石俱焚。顾若曦，你还没睡醒吧？在赵家面前，你连以卵击石的资格都没有，更别提玉石俱焚了。顾总，大事不好了！赵家不仅取消了跟我们的合作，连今晚参加江城商会合作的资格都给我们取消了。顾若曦，听明白了没？你只不过是一个长得比较好看的玩物罢了。赵公子要你生就生，要你死就死，而这只是开始。没有赵姐，我一样能带领顾氏集团做强做大。魏烨，我看你怎么和其他股东交代。明天董事会，我会让你亲手把顾氏集团总裁的位置让给你。若曦，赵家如果不跟我们合作，我们就没有足够的资金去推进凌云的项目，董事会肯定会逼你引咎辞职的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妈，你放心，只要找到新的合作方，确保凌云项目的顺利进展，就没有人能撼动我的位置。可是这么短的时间，我们上哪儿去找能够有实力替代赵家的存在的呀？腾达集团的郑总郑乾坤啊，他现在就在东江，只要能见到他，一切困难都将迎刃而解。可是你想找郑乾坤合作吗？我可以帮你介绍一下。原来肖郑总，那可太好了。小宋，你还真相信他的鬼话呀？他要是认识郑总，我就能让郑总给我鞠躬行礼。他见你确实得行。哇，爸爸真的太厉害了！林凡，你先带七七和我妈去吃饭吧，我要出去一趟。
立刻安排车，我要再拜访郑总一次。顾总刚联系了郑总的秘书，郑总不在酒店，且明确表示没有时间见我们。你们先回去吧，明天再来，我一定要见郑总。爸爸，你能不能教我功夫呀？我想像你一样厉害，保护妈咪。真是个乖宝宝。爸爸教你个什么呢？就教你一个江湖绝技小林飞刀，怎么样？哇，这功夫厉害吗？当然了，小林飞刀那可是力无虚发，任何的劲敌都可一招致命。顾总，时候不早了，您还是早点休息吧。郑总的事儿，明天再想办法。只能这样了，你派人密切关注郑总的动向，无论如何我也要见他一面，哪怕堵在厕所。这是顾氏唯一的机会了。明白，这就去办。我要学，我要学。好，看好了啊。爸爸好厉害，小林飞刀力无虚发，太厉害了。你去见郑乾坤了？其实我跟他真挺熟的，你要是想认识他，我把他叫过来。怎么，你不会想说你跟他一块站过岗，守过大门吧？大门倒没守过，守过国门，行吗？你那些吹牛的本事，骗骗七七可以，骗我就算了。我有点累了，你陪他玩吧，我去洗澡。林凡这家伙虽然爱吹牛，但他来了之后，七七的确开心了很多。有他照顾七七，我也能专注的去处理公司的事情了。你没事吧，若曦？哦，谁让你进来的？我在楼下听到楼上一声惨叫，我以为你遇到什么危险了，我就赶紧上来。谁知道你在这洗澡呢？我没事。把门关上。哦，我是让你出去把门关上。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？可你都流鼻血了，真没事吧？哦，最近土鸡汤喝多了，补过头了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。你快出去吧。哦，好险，差点没把持住。没想到林凡那个家伙的身材还挺好。你又回来干嘛？不是，我想跟你确认一件事儿。我都说了，我没事。你不是说你想认识郑乾坤吗？我跟他很熟的，可以说是同事。然后呢？然后我是觉得你作为七七的亲生母亲，独自一人把孩子抚养那么大，我也确实挺对不住你的。这种举手之劳，我愿意为你效劳。混蛋！你想偷看我洗澡也找个靠谱点的理由好不好？侮辱我智商是吧？我真没有。还狡辩！小林飞刀，爸爸，妈咪没事吧？他没事，我差点有事儿。发生了什么？我怎么跟你？喂，是我。主唱，关于杀害你姐姐的凶手，我这边调查到了一些新情况，想要当面跟您汇报。我在龙湾8号带娃呢，20分钟之后吧，来我家门口。是，主唱。大人是手问，走喽，玩去喽！
琪琪啊，爸爸得出去忙一下啊，自己在这玩，好不好？乖。好，爸爸，你去忙吧，七七会在家乖乖等你回来。真乖。这臭小子不会偷看我吧？郑总，他怎么来了？不会来找我的吧？快说说。郑乾坤见过主上。哎呀，免礼，快说，查到什么了？主上，根据您提供的线索，我们得出调查，这个六芒星的图案是一个隐秘的邪恶组织九头蛇的标志。九头蛇的成员身上都会纹有六芒星的图案。九头蛇？以前没听说过，干嘛的？他几乎无恶不作，其中就包括贩卖人体器官。不过他们都一直隐藏极深，有很多个科组织，从来都没有对外打过九头蛇的旗号，所以才会这么难以调查。贩卖人体器官，难怪我姐当时身体里少了一颗心脏。老郑，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就是我姐10周年的忌日，一定要在这之前帮我把凶手揪出来，我要亲自为我姐报仇，以祭奠她在天之灵。是，属下这就加快步伐去调查。哎，等等，主上还有什么吩咐？哎，算了，若曦不喜欢我帮她管闲事儿，走吧。是。哎，干嘛呢？郑总人呢？郑总人呢？哪个郑总？就是腾达集团老总郑乾坤啊，刚才来的那个。哦，你说老郑啊，我让他回去了。什么？你知不知道我为了见郑总付出了多少？我连续吃了7次的闭门羹，受尽了白言语嘲笑，人终于被我感动，亲自登上门。你竟然把人家赶走了！别激动，别激动。他是我公司的唯一救命稻草，你把人家赶走了，我能不激动吗？那我打电话让他回来行吧？人家是1000亿身家的老总，你把人家赶走了，还想把人家叫回来？你当人家是你身边养的狗啊？哎，这话说的有点难听了。虽然你是帮我办事的，但是说狗未免有点太羞辱人了。林凡，我上辈子一定是欠你一条人命，对不对？你这辈子是来惩罚我的吧？没这回事儿。你要不相信的话，我现在马上叫他回来。闭嘴吧你！我顾若曦要是信了你，就是天字第1号大傻子。我告诉你，以后不准参与我工作上的事情，家里来人也要第一时间通知我，不准自作主张，懂？若曦，哎呀，若曦，爸爸，爸爸，你别生妈咪的气，她也不是故意凶你的。现在哪是我生他气，现在都是他生我气。哼，都怪西里就有那个大坏蛋，害得妈咪明天就要丢工作了，到时候我们一家都得搬回去睡。爸爸，七七不想睡桥洞。放心吧，有爸爸在，谁都欺负不了你妈咪。明天爸爸就去董事会帮妈妈解决问题，绝对不会让七七睡桥洞的哦。太好了，我明天跟着妈咪一起去，你可千万要带着郑乾坤来救我们哦。一定。拉勾勾。哎。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，随便谁是大猪头。顾总，我们已经联系郑总好几次了，始终没有机会和他沟通。这董事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呀？天凡，你们郑总都已经到我家楼下，就你被林凡。现在只有最后一张底牌了，希望能让股东们不被顾星宇迷惑，选择继续支持你。您是说魏院士同意加盟的事情？没错，有了魏院士这个技术大牛的支持，凌云项目的技术壁垒很快就会被突破，项目进度也会提升30%以上。只要他们给我1个月时间，我有信心拉到足够的投资。顾若曦，这是集团董事会，你带个孩子算不算是？这么喜欢带孩子，干脆辞职回家带孩子吧。
我爸去世的时候，给七七留了10%的顾氏集团股份，他本来就是顾氏集团股东，为什么不能来？你这是强词夺理。太老爷，七七不能留在这里吗？能，七七当然能留在这里啊，七七就在太老爷身边。好。爷爷，你怎么也可以瞎胡闹？说了多少遍了，在公司称职务。陆思涵，我给你脸了是吧？畜生，怎么跟我说话？老子就这么说话，给你面子叫你声爷爷，我不给你面子，你就是个灯。顾星宇，你是要造反吗？造反怎么样？老子背后是赵家，他一个有名无实的顾家家主，想压老子，做梦！顾若曦，这是赵氏集团发来的解除合作声明。你身为顾氏总裁，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。赵氏要解除合作，那是他们内部事务，关我什么事儿？赵家公子赵英杰追了你8年，你却嫁给林凡那个保安，让赵公子颜面扫地，导致赵氏集团终止。你现在还在这推卸责任？跟谁结婚那是我的自由。赵氏集团如果因为一段根本不存在的感情左右几10亿的项目，那他也不会是我们好的合作伙伴。为了凌云项目的成功，我们投入了超过100亿资产，一旦失败，顾氏集团将不复存在。而凌云项目没有了东江赵氏集团这个霸主的支持，根本不可能成功。你现在还有脸跟我谈自由？自由这几个钱？这8年，我既然能带领顾氏集团从10亿市值上涨到现在300亿市值，我也能带领顾氏集团走出困境。怎么走？你告诉我，怎么走？只要给我1个月时间拉到50亿投资，我就能填补赵氏集团退出的空缺，保证凌云项目的顺利开展。笑，50亿资金的空缺，把你顾若曦卖了都填不上。你现在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把顾氏总裁的位置让给我，再跟林凡离婚，去求赵公子原谅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说服赵家重新合作，挽救整个顾氏集团。坏舅舅，不许逼我爸爸妈妈离婚。闭嘴！小野种，这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再欺负妈咪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滚一边去！那小野种。顾星宇，你不用在这耍横，我是不会跟林凡离婚的。林凡那个臭保安，连赵公子的一根腿毛都比不上。赵公子能不计前嫌的接受，这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那这福分，你自己去想吧。这恐怕由不得你做。我提议罢除顾若曦顾氏总裁的位置，由我担任。谁赞成？谁反对？我支持顾星宇接任总裁之位。顾总啊，你要以大局为重，不能眼睁睁看着顾氏集团走向灭亡吧？你们就不能对我多一点信任吗？不是不信任你，是我们赌不起啊！是啊，顾总，现在看来啊，赵家才是最合适的。顾若曦，听见了？我还是他们最值得信任的。哎，顾星宇，你竟然帮着外人欺负我们自家人！你该有的东西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。他顾若曦享受了这么多顾氏集团的资源，就应该付出代价。女人啊，谁玩都是玩。顾若曦，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你答应还是不答应？妈咪、太老爷，你们别怕，等爸爸来了，坏舅舅就不敢欺负人了。就你那个臭保安的爹，他能拿出50亿资金来给你妈解围？哼，我爸爸说了，那个有钱的郑乾坤会听他的话，等一会儿就会带着郑乾坤过来的。你爸爸真是这样说的？没错，他还跟七七拉过钩，肯定不会骗七七的。那你倒是说说看，身值1000亿的腾达集团郑总为什么会因为一个臭保安得罪赵家？当然是因为我爸爸厉害啦，他可是超人，武功盖世，还能徒手拆核弹。七七，是不用说你大人的事情，小孩子不要管。
可是爸爸真的答应过七七。行了，顾若曦，收起你那点小性子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连续7天去腾达找郑总，结果连门都进不去，而我赵公子早在郑总来东江的第1天就共进晚餐，相谈甚欢了。郑总怎么可能为了你跟东江霸主赵家？顾若曦，没有注资的话就赶紧把合同给我签了。顾谢宇，你疯了吧？怪舅舅，不许欺负我妈咪，小心我用小雷飞刀打你！飞刀飞你妈！我今天连你这个小野种一块收拾，省得赵少以后心烦。今天你再敢对我女儿凶一下，我就让你粉身碎骨！林凡，不好意思，路上堵车来晚了，没事吧？爸爸，就是那个坏蛋欺负妈咪。听说这里有人为了区50亿，就逼我老婆辞职。区50亿，你好大的口气！你拿得出50亿吗？50亿而已，对我来说就是个数字。这钱我给了。装腔作势，你一个臭保安，张口就是50亿，谁给你的勇气？我。郑总，红马总裁郑乾坤，他怎么来了？难道是被顾若曦这个欺人的诚意打动了？既然林先生开口，这50亿郑某给。郑总，您是说您是要投资顾氏集团50亿吗？老郑，别磨叽了，能签。林凡。你竟然敢对郑总这么不礼貌，你太不把他放在眼里了啊！郑总，欢迎您大驾顾氏集团，您是来找我的吧？未能远迎，还请恕罪。我认识你吗？上周我们一块吃过饭，我赵英杰赵大少身边的顾星宇啊，不认识，滚开！林凡，郑总都站着，在这儿坐着，太不给郑总面子了，你看把他气的。我敢让座，你问他敢做吗？顾若曦。这是你找的好老婆，要是把郑总给得罪了，你们两个就是顾氏集团的罪。什么得罪不得罪的，在林先生面前，郑某自然是只有站着。轮得到你来说3道4？老郑，表个态吧。我们腾达集团对贵公司的凌云项目非常感兴趣，想注资100亿，您看咱们能合作一下吗？注资100亿，只要我们凌云项目10%的利润，比赵氏集团还少40%呢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只要您签字100亿，随时能打到顾氏的账上。林凡，你竟然真的认识郑总？说了，我俩是同事，不信。耶，爸爸果然是超人，七一相信，七一相信。你是给郑总站过岗当过保安吗？我表个态，我想让顾总继续留在顾氏当总裁，谁赞成？谁反对？我赞成。我赞成。我反对。反对无效。顾总，如果对合同内容没有异议，那就签字吧。郑总，明天我将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并宣告腾达入股，并且公开凌云项目的27计划，到时候还请您赏脸出席。好，我一定到场。郑总，凌云项目是赵家点名要的，你要给顾若曦注资，就将彻底得罪赵家。你可要想好，我腾达要投资什么，还要看赵家的脸色不成？没想到在东江这地界，还有人敢不给我赵家面子。赵公子，郑乾坤，你的手未必也太长了吧？这是要到我赵家的锅里来夹菜。赵公子，您可算来了！腾达的郑乾坤，还您的计划。怎么，我腾达集团吃不得吗？腾达集团虽然是过分量，但这里是东江，赵家的东江，
在东家，你是火得给我握着，是龙得他妈给我盘着。还有你顾若曦，我对你的忍耐已经到达极限了。我给你3秒钟，立马跟这个臭保安离婚，回去乖乖给我当，不然的话，我现在就要这里血流成河，鸡犬不留。我也给你3秒钟滚出我的视线，否则死！赵英杰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还想动手？你眼里还有王法吗？在东家，我赵家就是王法。郑乾坤，你真的要为了林凡这个小保安跟东江赵家作对？有我在，谁也别想动林先生一根毫毛。别人怕你郑乾坤，我赵英杰不怕。在东家，赵家就是天。你腾达集团再有钱，我赵家收购公司，你一个崽子划不出去。六芒星，赵家跟九头蛇有关。这下完了，没想到赵英杰和郑总撕破了脸，郑总不是赵英杰的对手，斗不过他的。来人，把郑乾坤跟林凡那个臭保安一块给我剁！你要干什么？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毫毛，我让你和姑姐统统死我葬身之地！要死无葬身之地的是你！爸爸好棒，爸爸好棒！林凡，不要冲动。爷爷说的对，赵家在江东一手遮天，你上了他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听到了吗，小子？还不赶紧把本少爷给放了！看在你那么能打的份上，本少爷给你一个做狗的机会。如果你表现得好，以后老子伤你老婆的时候，让你在门口站岗，怎么没机会了？林凡，你敢打赵公子，天王老子来了也保不了你！林凡，你闯大祸了，你知道吗？惹大祸的是他赵家。你不要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，行不行啊？郑总的势力不在东江，你得罪了赵家这个地头蛇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林凡，你有种！我告诉你，耶稣来了救不了你，我说了。顾若曦，我给你24个小时，带着林凡的尸体脱活的在窦家门口请罪，不然的话，我让你顾家死绝。风雨欲来呀！别担心，我打的人，后果我承担。那可是东江赵家，你怎么承担这个后果？顾总，不好了，刚收到消息，供应我们商业用电启明公司要跟我们解约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启明公司老总说，赵家下了封杀令，整个东江不会有任何一家公司敢卖给我们土地。顾若曦，你完了！凌云项目离不开东江的特殊地理环境，没有了土地，凌云项目将是无根之品，将彻底荒废。这一次，我看你们拿什么跟赵家斗？轮得到你这个狗东西说话了吗？好，你够狠！你有本事你帮他弄1万亩工业用地啊！没有土地，明天的新闻发布会，我看你们怎么办！记住，你们只有24个小时。放心，土地的事由我解决。你怎么解决？整个东江有1万亩土地的就那么几家，谁会冒着得罪赵家的风险卖地给我们？凤银阁在全国各地都有土地销售，可以去找他们买啊。凤银阁那个和上京4大家族齐名，仅次于龙崖大厦顶尖势力。凤银阁是不怕赵家，可是土地是他们的核心产业，他怎么会卖给我们？赵家这一手釜底抽薪，彻底将我们逼上了绝路啊！要不我们考虑一下赵公子条件？反正这小子跟咱们非亲非故，没必要因为他跟赵氏拼呐。大坏蛋，闭嘴！爸爸说了，他有办法。什么办法呀？这货是他惹起的，要我看就该把他交出去，以此谢罪。够了，林凡是为了帮我才得罪赵英杰的，我不可能把他交出去。那你是打算拉着整个顾氏给他一起陪葬吗，顾总？各位请放心，
这件事情我一定会给董事会一个交代的，就算我死，也不会损害顾氏的利益。拿着这个去，记住，要花1块钱买，只是1块钱。啊！你让我拿着1块钱去买1万亩地？七七，爸爸先走了，你陪妈妈啊。好。若曦，这林凡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？竟然让你拿一条狼牙项链去那个凤英阁打秋风。是啊，那可是连赵家都要低头的凤英阁。爸爸才不是脑子有病呢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妈咪，你快去按照爸爸说的去做吧。七七，你年龄还小，你根本不知道凤英阁它究竟有多可怕。我爸爸真的很厉害，他说今天带郑乾坤来，就真的带来了，他不会骗七七的。若曦啊，你不会真的去吧？那万一是假的，凤英阁怪罪下来，我们可承担不起啊。这是我唯一翻盘的机会了，就算会失败，我也要赌上一赌。妈咪，我也要去。走。马上调集人手，彻查赵家。我要知道赵家近些年来的一举一动。是，主上。顾总，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。凤英阁势力恐怖，我们这是在刀尖上跳舞啊！王会长，就是这几个人赖着不走，非说要见你。您就是凤英阁东江分部负责人王会长吧？我是顾氏集团总裁顾若曦，这是我的名片。我不管你是什么总裁，也不管你来我凤仪阁做什么，现在马上给我离开！王会长，我们是来谈生意的。小小的顾氏集团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凤仪阁谈生意？总部的首席巡查使马上就要来视察工作，你放这种人进来，是想害我安汛吗？马上赶出去！会长，我赶过他们了，可是他们不走啊！那就打走！真当我凤英阁是吃素的吗？你们马上给我离开！叔叔，别赶我们走，是爸爸叫我们过来的，我们还有信物，你看。信物？这东西哪来的？是我爸爸的信物，他说拿着这个可以在你们这用1块钱买1万亩地。这小姑娘说的都是真的。没错，是我先生说的。不过我们顾氏集团做生意向来讲究公平公正，我们愿意用市场价购买凤英阁的1万亩工业用地。那这么说起来，我还得感谢你们呢。叔叔不用客气。闭嘴！好大的胆子，敢来凤英阁诈骗！王会长，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们没有要行骗的意思。误会个屁！来人，全都给我抓起来！不是，王会长。坏叔叔，快放了我妈咪，不然我爸爸来会打死你的。爸，哼，土地是凤英阁的核心资产，给你这一个破项链就想骗走，就算他不来，我们凤英阁也绝不会放过他。顾总，怎么办啊？我真是疯了才会信林帆的邪，竟然真就拿了一个狼牙过来买土地。招摇撞骗失败，就想靠装疯卖傻蒙混过关，门儿都没有！来人，他们全给我抓起来，无论大小，通通打断手脚，让我凤英阁之威！王会长，你不要动他们，你要杀要剐，我悉听尊便。你是个坏叔叔，快把我爸爸的东西还给我！还给你？好呀，自己来拿。这是在干什么？龙首席，龙首席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这里刚才发生点小事儿，马上处理好。你处理个屁！你个瞎了狗眼的狗东西！
你知不知道，你刚才彻底酿成大祸！大祸！他们几个胆敢在凤银阁行骗，实在是属下的疏忽，我这就收拾他们！没人！龙首席，这里边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我们是来凤银阁买地的，绝对没有要行骗的意思。龙首席在此，你还敢狡辩？给我闭嘴！这个狼牙是你拿来的？没错，是我先生林帆给我的。啊，林帆是您的丈夫？没错，林凡是我爸爸，是爸爸让妈咪拿着这个过来的。对不起，龙首席，是我们唐突了，我们这就走。可以的。哼，在我凤音阁闹完事就想一走了之，做梦！废话太多。请问你们希望我们做什么？我们想买凤音阁的1万亩东疆土地。1万亩的东疆土地？我知道了，这个事儿我会马上向上面汇报，请你们回去先等我的消息。那还请龙首席尽快，我们顾氏集团明天就要召开新闻发布会了。好。叔叔一定要快哟！龙首席，这个女人满口胡言乱语，就这么让她走了吗？哼，不开眼的狗东西！龙首席放心，属下深知土地储备对凤音阁的重要性，就算那个女人再花言巧语，属下也不会上当的。王启年呀，王启年，你真是有眼无珠！这个狼牙上面刻的繁字是阁主亲自刻上去的。早在5年前，阁主就吩咐全世界的各分部见此狼牙，如见阁主。这狼牙竟然是真的！阁主那样的人物，怎么会把权限这么大的信物给一个小小的东江顾家女婿啊？王启年，这不应该是你关心的问题，你现在更应该关心的是如何被革职处理。龙首席，龙首席，饶了我，龙首席！阁主，您日思夜想的那个人出现了。林凡那个没良心的家伙，现在在哪？在东江。阁主，他好像结婚了，信物是他老婆拿来的。结婚了？没关系，抢过来就好。把后面所有的工作安排全部推掉，订最快的一班飞机，我要去东江。七七睡了？今天没去凤银阁？去了，我一波三折，还差点被东江分部的部长当成骗子，被打得断手断脚。找死！行了，别动不动喊打喊杀。后来又来了一个龙首席，把狼牙拿走了，没有说和。应该是龙剑飞吧？如果是他的话，那你就放心，明天的新闻发布会，凤银阁一定会将土地卖给你。行了，不用安慰我了。那个龙首席还算讲道理，他把狼牙拿走，应该是为了避免同样的事情发生。陪我喝酒吧。来。林凡，你说我为什么想做成一点事情这么难呢？我就不明白了。他们好像所有人都跟我作对，我只是想完成我爸的遗愿，把顾氏做强做大。你喝醉了，我扶你回房间休息吧。七七睡着了，我不想身上酒味熏到他，去你房间。What you doing to me, babe? I'm really feeling your swag. You got me twisted like that. Now I'm smoking on you. Now I'm
Smoking on your vibe. 爸爸妈妈，你们是要给七七生小弟弟吗？要是你很担心的话，我们就取消发布会，等风云阁那块地。不行，发布会早就定好了。要是临时取消的话，会让商界对凌云项目和顾氏集团失去信心的。希望郑总百亿投资以及魏院士的加盟，能让大家对我们有点信心吧。放心，有我在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大家下午好，我是顾氏总裁顾若曦。今天我将代表顾氏集团宣布3件事情。首先，我宣布顾氏集团正式接受腾达集团100亿的投资，今后我们双方将共同完成凌云项目的开发。其次，新能源领域执牛耳者魏翔宇院士将担任我司首席技术官，他会负责凌云项目的整个开发进度。在魏院士的加盟下，整个开发进度将提升至少30%。最后一件事，我决定从凌云项目里拿出10%的份额，化作实股，以每股1亿的价格进行招标。凌云项目如今的投资早就破了300亿，顾总现在以每股1亿的价格进行招标，这是亏本甩卖啊！他这是要各让利益，为了寻求更多的伙伴，共同对付赵家。哪有这个必要？顾总，据我所知，凌云项目至少需要1万亩土地。你在这儿又谈钱又谈技术的，为什么不讲一讲土地的问题？土地的事情并不在今天发布会的议题内。顾总，既然你要招标，那肯定要把实际情况给我们讲清楚嘛。顾氏集团到底有没有1万亩工业用地给到凌云项目使用？这种话他给不了，因为顾若曦在东家一片工业用地都没有。顾若曦，我不是让你带着林凡的尸体，脱光了衣服跪在赵家大门口请罪，今天跑来开发布会，你真是一点都不在乎我办法。张一杰，你来干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。你不是开发布会吗？我来竞标了。我代表赵家出1块钱，占凌云项目70%的份额。1块钱？这就绝望了。等赵公子吞下了顾氏的凌云项目，让你跪在他脚底下求着他上你的时候，你不得哭出声来？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大少，你得替我报仇啊！打狗还能看主。林凡，我今天就要让你知道这一巴掌给你带来的代价。来人，废了！那你是忘了挨打的滋味了吧？你以为本少这次来毫无准备？这些都是赵家辛苦培养的死士，可不是一般的打手。老子今天就要扒了你的皮，除了你的筋。来人，废了他！不要！我答应你的条件，让你1块钱占领凌云项目70%的份额，你不要伤害林凡。真是夫妻情深，本少现在反悔了。我现在不仅要凌云项目70%的份额，还要你顾氏集团60%的股份。郑英杰，你丧心病狂！你吃相这么难看，就不怕噎死吗？我胃口一直挺好的，顾若曦，吃死你！今天必须签了，不然我让你们2个死无葬身之地。这字为什么要签？林凡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这是赵家和顾家的事，由不得你说话。就凭老子是顾若曦的丈夫。林凡，你不会以为把这个文件撕了就能拯救顾氏集团了吧？哼！整个东江市敢不受赵家制约且有1万亩土地的事，只有风云阁，除非他能把风云阁的土地买。老子不用买，他会亲自给我送过来。
林凡，你是疯了吗？谁不知道昨天顾若曦去凤鸣阁，连2句话都没说完就被人赶出来了？你让凤鸣阁亲自来跟你合作，简直是做。林凡，凤英阁的事情八字还没一撇呢。放心，他一定会的。我说的，口沫。凤英阁和帝都四大家族同为大夏顶级势力，大家都知道凤英阁的核心资产就是土地储备，他凭什么卖地？就凭老子是林凡！林凡，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，连凤英阁都要卖你面子。还真让你说对了，我凤银阁就是你谁呀？我们赵家大少在这儿，有你说话的份儿？不会说，给我闭嘴！这可是凤英阁阁主夏清晨夏小姐，她就是凤英阁阁主啊，好年轻，好漂亮。你比她漂亮。你声音小点，我看她来者不善，你别激怒她。她是来给你送礼的。夏阁主，大驾光临东江，赵某未能远迎，还请赎罪。你谁呀？我是东江赵家的赵英杰，去年在秦家的家宴上跟您见过一面。东江赵家没听过，是什么起家族？没关系，您认识秦家就好。夏阁主，您来的正好，那边有一个叫林凡的家伙，他口出狂言，说要买你凤英阁的土地呢。是吗？林凡说的。对，就是那个混蛋。谁不知道凤英阁的核心资产就是土地储备？他这是要绝您的根呐！夏阁主，你不要听赵英杰挑拨，林凡没这个意思。你就是顾若曦吧？这是个大美人。林凡就是要帮你的顾氏集团卖地。夏阁主，你要卖地给我们吗？夏阁主，您看见了吧？他们就是图谋不轨，甚至毫无掩饰了。我可以卖1万亩地给你，但前提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小倾城，做生意就做生意，谈什么条件啊？他愿意卖地就行，其他都是小问题，别说话。夏阁主，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，我们顾氏集团愿意出市场价的2倍。钱对我来说就是个数字而已。林凡不是说了要1块钱买1万亩，就按他说的办。那我需要做什么吗？也不是什么难事，只要你跟林凡离婚，把他让给他就行。夏阁主，您没开玩笑吧？1块钱，按30万块1亩地的均价来算，1万亩地就是整整30个亿。林凡一个臭保安，他哪里有是1万亩地的样子？你在教我做事。顾总，离个婚就能换取1万亩，让你倾注心血的凌云项目继续进行下去，这笔交易你应该不会取消。夏阁主，林凡是我老公，是孩子的父亲，所以你要加钱？不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是不会用婚姻换土地的。倾城，玩够了没有？你还真是个幸运的女人。你刚刚做的这个决定呢，一定是你这辈子做过最贵的一次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以后就知道了。签了这份协议，再打1块钱到我的账户里，这东江的1万亩地。夏阁主，您是不是误会我的意思？我意思是说，我不会跟我老公离婚的。我知道，所以你才值得这份协议。夏阁主，能不能看在我们赵家的面子上，不要把这个土地卖给他？赵家有什么资格让我一个面子？夏阁主，我们赵家跟帝都秦家关系匪浅，这个凌云项目，秦家也很看好。你在威胁不要搞了，松开我正经点，大姐。哎呀，人家什么都听你的，还不乖呢。夏阁主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你跟这个林凡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是啊，什么关系啊？赵英杰这个狗东西，哪壶不开提哪壶，敢给老子惹事儿！赵英杰，你屡次3番的欺负我老子，老子今天废了你！你敢打断大少的腿，你完了，你彻底完了！
闭嘴！这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，带上几手死滚出去，不然我连你的腿一起打断。滚！冷静！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冲动啊？你把赵英杰腿打断了，赵家是会不死不休的。这一下，赵家总该会去找他背后的靠山求救了。林凡哥哥，你也太帅了，我太喜欢了啊！今天你就是这儿的主角，这里所有的资金、人脉、土地你都有了。来吧，上去做个总结。各位，下面我再宣布最后一件事情。后天上午10点，我们顾氏集团将会在南城区凌云项目的新址办奠基剪彩仪式，届时欢迎大家过来捧场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。爸，我的腿被林凡打断了，林哥一定要帮我报仇啊！你放心，一定给你报仇，把他给碎尸万段。家主查到林凡的个人资料了，您看，原来是他的弟弟。谁的弟弟？喂，七爷，我找到当年给少主做药引那个女人的弟弟，就在东郊。严密监视，不能让他再消失了。我马上带人过来。好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做好万全的准备，把他们拿捏在手里。七七，你先回房间玩一会儿，妈妈跟爸爸说点事情。要不让七七留下吧，这一家人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？不想说第2遍。爸爸，祝你保重。坐呀。你和夏倾城到底什么关系？呀，真没事儿，不熟。你不用紧张，我又不是第1天知道你是渣男。哎，你这是丢有偏见，我怎么就成渣男了呢？咱们领证的时候，我都已经说过了，我不干涉你的私生活。但是你也别瞒我，我就想知道你和夏倾城发展的怎么样。真的不熟。不熟？那我拿着狼牙去凤英阁分部的时候，夏倾城就过来了，这叫不熟？那个狼牙吧，它其实呢是我捡的。哎，我呢也是死马当活马医的，想让你去试一试。那他为什么1块钱卖我1万亩地，还叫我跟你婚？那这个就是因为呢，不清楚，因为这个你也见到他本人了，请假。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你们是在聊我吗？你来我家干嘛？当然是来找你的。这叫不熟，人都找他家里来了，都不背人了。哦，顾总也在。顾总，你可得收留我。收留你？对呀，我今天卖了1万亩地给你。赵家对我威逼利诱的，你应该也看到了。这不没办法，我只能来找林凡保护我了。可别演戏了，你凤英阁阁主，赵家哪敢对你打击报复？哎呀，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嘛。我一个柔弱的女子，我也不敢拿命去赌。顾总，我这都不是因为跟你们顾氏合作才这样，你应该不会不管我吧？虽然我也很想收留你，但是七七离不开爸爸，要不我多派点安保给你吧？不用那么麻烦，我早就想好对策了。既然你跟我出不去，那我就搬进来好了。我家没那么多空房间，我可以跟你睡同一间房间啊。只要夏总不嫌弃我这儿简陋，我可以跟七七睡，空出一间房间。顾总果然是个负责任的人，我就不跟你客气了。对了，顾总，我接林凡以后，你应该不会在意。那是你们的事情。大气，你走。我不去。人家顾总都不在意，你牛没什么。走。要有话你好好说，别动手动脚。孩子，我可是凤英阁阁主，我还能查不出来你们两个是假结婚？说正事儿。一点情趣都没有。行了，我调查你，
赵家和钱家关系，并且他们两家第一次接触就是一劫死。赵家发迹也是你，就是说钱家跟我姐的死有关，甚至有可能是幕后凶手。不过动机我还没查出来。这样，你再给我1个星期，我一定给你查清楚。谢谢。谢谢。光用嘴谢，可没诚意。反臭渣男、死渣男林凡！夏倾城，你注意点儿，下次别占我便宜了啊！下次我让你叫我哎呀，顾总，我跟你们家林凡聊得挺投机的，你应该不会吃醋。吃醋？开什么玩笑？我怎么可能吃林凡的醋？我根本就不在乎他。真的吗？那你把他让给我好不好？我很在乎他。不行，七七会失望的。七七是林凡亲生的女儿，我肯定也把她当亲生的来养。七七呀，阿姨给你当妈咪好不好？我已经有妈咪了，不过我不建议夏阿姨当我的小妈哦。没白疼着女儿，真是孝顺啊！真的吗？那阿姨可就当真了。妈咪，你看见夏阿姨跟爸爸亲嘴之后，一边打我的布娃娃，一边说爸爸是渣男，这不是吃醋吗？小孩子乱说的，不用当真。都怪你！不是，你听我解释，真不是你看到的那样的，他就是故意气你的。七七，你先回房间玩。林凡，你不会真的觉得我在吃你的醋吧？咱们领证的时候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咱们就是表面夫妻，我不会干涉你的自由的。但我跟他是真的什么都没有。你真的完全没必要跟我解释，别说亲嘴了，你就算跟他上床都没有关系。真的？当然是。听到没有？我这可是奉旨行事。今天晚上记得来重信我啊！消停点吧。妈咪，你去爸爸房间守着他吧，七七可以自己睡。别瞎说啊，我才不在乎他，你先去玩吧。看来七七有2个妈妈了，真好。我才不吃醋，就是不想让七七被其他女人抢走。都是为了七七。销售连孩子都有，这次本小姐必须主动出击。有了这30秒就见效的强效催情剂，我爱一挑战。今晚我一定把你拿下。林凡，晚上喝水对身体好，我给你倒了杯水。不喝。哎呀，人家特意给你倒的。林凡，林凡，林凡。你怎么能喝？一杯水而已，谁喝不是？他想喝自己会倒。夏哥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明天还得参加定期检采呢。不是，都说了不喝了嘛，再胡闹我打你了啊！那你打算怎么打回来？都1个小时，还不
小弟妹。林凡，你是个牲口！可恶，真是便宜那个顾若曦了。你大晚上能不能消停一点？有没有一点公德心？明天还要参加奠基剪彩仪式呢。我说昨天晚上是你主动的信吗？你有印象吗？没有印象，也希望你不要有印象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字面意思，就当昨晚是个意外，咱们还像以前那样相处。可是没有什么可是的，我们这不是第一次吗？你去叫夏天成起床，跟他说待会儿参加奠基仪式啊。你昨天晚上态度也不是这么冷淡的。姨，昨天晚上做贼去了？你还好意思说？你昨天晚上折腾到那么晚，让我怎么睡？那谁让你愿意住我家的？逃盖！啊，你个没良心的！为了你，我迢迢来到东阳。好，打住，说正事啊，收拾一下，起来，然后我们出去剪彩了。没兴趣，还不行，陪他。他还没起床吗？起来了，说那个昨晚没睡好，补觉呢，不想去剪彩。还认床啊？那我要不要推迟到下午剪彩？剪彩哪有下午的呀？还不去就算了，反正合同签好了，我们去呗。行，那我去给琪琪穿衣服了，你待会儿叫她一起。好。星宇，你也姓顾，若曦和你是一家，凡事不能做得太过。老登，你给我闭嘴！你当年支持顾若曦当总裁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自己做的太过？顾若曦比你更有能力管理好公司。再废话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机会。顾总来了，来，顾总好。顾总好。以为从凤银阁买到了地就一切顺利了，想剪彩，我要让你们都走葬身之地。顾总，你们的凌云项目还拿10%的份额出来招标吗？顾总，我钟家愿意出2个亿购买凌云项目的1%份额。还有我也一样。各位，不好意思啊，前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我已经说过了，招标是限时的。既然前天大家没有决定购买，那今天已经没有机会了。爸爸，为什么他们今天又想给我们公司做生意了？这个呀，就叫昨天你对我爱答不理，今天我就让你们高攀不起。爸爸好棒！不过以后还是有机会合作的，因为凌云项目一旦启动，便需要大量的配套设施。这些配套产业，我们顾氏不打算自己做，而是打算对外招标。若曦啊，这夏阁主怎么没有来啊？夏倾城他身体不太舒服，等魏院士到了，咱们就可以剪彩了。魏院长来了。魏院士，顾总，苏丽就免了，我要上台讲几句话。不愧是大科学家呀，做起事来雷厉风行的。各位，我要宣布一件事情，我要跟顾氏集团解约，并且永远不会跟顾氏集团合作了。顾若曦，看来你的签约仪式并不顺利。魏院士，我们之前不是已经达成协议了吗？你为什么要出尔反尔呢？
该付多少违约金，我一分不少的交给你。这不是违约金的问题，您知道的，您对我们这个项目是至关重要的。再说我们现在钱也有了，地也有了，就差您一个基础支持，您为什么要违约呢？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反正今天我必须解约。您是觉得我们现在给您的薪资太低了吗？如果是的话，可以加。是你现在侮辱我吗？哦不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知道我们凌云项目一直研究的方向，也是您一直在研究的方向。我也知道您一定是一个有理想、有抱负的人，所以您现在只有跟我们顾氏集团合作，才能完成您的理想与抱负呀。我想解约吗？你以为我没有理想和抱负吗？你也是被逼的。快跑，有招的！魏院士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就在1个小时之前，有一伙人绑架了我，说跟顾氏集团合作就是有必死之心，然后就在我身上绑上了炸弹。哎，我是魏阳野，我已经宣布跟顾氏集团解约，并且永远不再跟他们合作。你们赶紧把炸弹停了吧！我对死人更放心一点。这是赵英杰的声音，又是他在哭。可惜都是因为你，如果不是跟你们合作，我也不会落到这步田地。我今天死了，你们的计划也别想完成。没有一个懂得新能源的人会冒着生命危险跟你们合作吧？魏院士，您先别激动，您先冷静一下，可以吗？这件事情交给我来解决。顾若曦，你以为有郑乾坤给你注资就可以高枕无忧了？你以为有凤英阁给你送土地就可以稳如泰山了？我今天就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跟你合作到底是什么下场。你要是识相的话，还不乖乖把顾氏集团总裁之位给我让出来！你干什么？那可是炸弹！拆炸弹啊！你拆炸弹！笑死我了！你个臭保安还敢大言不惭的说要去拆炸弹，你是要去送死吗？太爷爷，放开我，我要去找我爸爸。那有炸弹很危险的，你跟太爷爷在这躲好就行了。爸爸很厉害的，他会保护好我的。顾若曦，听到你女儿的话了吗？赶紧让你的超人老公去拆炸弹吧！我都迫不及待想要看到他炸得粉身碎骨的样子。你能不能不要再胡闹了？那可是炸弹会出人命的。还有9分钟啊，人命关天！你快松开我！我就知道只有9分钟了，我才不能让你去。这件事情我来找官方人士处理，可以吗？若曦、林凡，你们快过来！我刚才给小罗打了电话，他正好是来我们剪彩的路上，最多3分钟就过来了。罗长是在东江啊？是啊。那太好了。这个小罗是你什么人啊？罗长青是我爷爷一个朋友的孙子，他可是国际顶尖拆弹工程师，去年还在一个国际比赛上拿了第1名呢。如果他来了，这炸弹肯定能拆。顾若曦，叫谁来都没用，这炸弹根本就不是人力能拆除的。你要是不想害死魏教授，就赶紧把顾氏集团交出来，否则你就会害死他。再给我废话，我撕烂你的嘴！小罗，你怎么上来了？顾爷爷，别急，交给我吧。罗公，你快看看吧，顾院士身上被绑了定时炸弹。若曦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天塌下来也可以把你顶住。魏院士不仅仅对我们顾氏集团至关重要，对整个大夏甚至整个人类都非常重要。我请你务必一定要把炸弹拆掉。既然我来了，那就没有拆不掉的炸弹。不过若曦，我要是帮你拆了这个炸弹，你打算怎么感谢我？我一定重金感谢。谈钱多俗，我对你的意思你们也是知道，你只要愿意跟我约个会。罗公，我不止一次的说过，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。我现在已经嫁人了。这是我先生林凡。你结婚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这个魏院士身上的这个炸弹吧，很特别，你看看你能不能行？跟我上。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你在这指挥起我来了，还我不行你上，你是在质疑我吗？这样吧，罗公，你只要把魏院士身上的炸弹拆掉，我给你1个亿酬金。有这钱你咋不给我呀？给你，你有那个能耐拿吗？而且本来我是不想要这个钱，但是这个林凡他屡次3番小觑我，我今天必须较这个真儿，拿到这个酬金。那快动手吧，我顾若曦说到做到，这1个亿随时到账。
凭嘴吵闹的不算真男人。若曦，凭本事帮你解决问题，才值得托付终身。你快带七七离开这里。我不走，爸爸连核弹都会拆，我才不怕呢。相信我好吗？住手！你有病啊你！我拆炸弹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安静点？这样炸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这个不是普通的定时炸弹，这个是特殊而制的反式炸弹。你这么捡是要出大事的。不是你谁呀你？你还教我拆上炸弹了？林凡，赵若是这方面的拆弹专家，你不要在这碍事了。就剩7分钟了，你保持安静点行不行？他这么捡，魏院士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。还是听爸爸的话吧。小孩，我拆过的炸弹比你爸爸吃过的鸡蛋都多。听你的，若曦，要是听他的话，那我就走了。哎不，罗公，还是请你快拆。快一点吧，别墨迹了，我都要被炸死了。我现在就来。看他，这就是专业呀！罗公，这次多亏你了，1亿酬金，待会儿就。罗公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没事，沈作先提前引爆了呗。林凡，你干什么？只有30秒了，快走啊！拆炸弹啊！林凡，不要！我都拆不到炸弹，他林凡什么东西？他也想拆。这回好了，若曦要被炸死了！死，都给我死！这什么情况？拆完了。你徒手把炸弹给拆了？这种反式炸弹对于他们这种科学家、专家来说是大问题，但对于我来说，小儿科。我都说了，爸爸连核弹都会拆，你们都不信。这炸弹到底是真停了？若曦，你该不会真相信林凡他说的话？之所以这个炸弹能拆除，那全是我的功劳啊！那只不过滞后性强了一点嘛。你拆的，你跑什么呀？我，嘣！罗长青，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，我就告你诈骗！滚！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趟赵家，他敢制作这种反式炸弹，我必须把他灭门，把这种危险扼杀。不行，现在是法治社会了，你没有证据不能滥用死刑的。更何况，赵家背后有强大的靠山，我们惹不起啊。林先生，多谢你的救命之恩，魏某梦是难忘。也不用那么难忘，要不然继续留在顾氏集团。留，必须留，为罪恶势力不共戴天。我建议林先生跟我们一起剪彩。当然好呀。林凡，我有些事情想找你聊聊。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天再说吗？今天聊不行吗？我就是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，郑乾坤你都认识，
还跟夏倾城纠缠不清，甚至连反式炸弹你都能手拆。这个嘛，说来有点话长。我今天也确实有点累了，要不然的话，到我房间，就像昨天晚上一样，我们彻夜长谈一下。臭流氓，谁给你彻夜长谈？你最好想清楚，明天怎么跟我坦白。不睡觉，你在这干嘛呀？你大晚上不睡觉，接着去干嘛？去灭了赵家满门。我就知道会是这样。我已经好久没给你执行任务，为了这个，我可是7点钟就在这等了。出发，我们一起去灭赵家满门。该死的林凡，老子要让你碎尸万段！还有夏清晨，总有一天，老子要让你跪着我面前，求着老子来干！你没这个机会了。林凡，谁允许你来我家的？你要干什么？我来杀你全家！保镖呢？人都死哪去了？保镖呢？人们都死哪去了？来人！别白费力气，你们家保镖死完了，张家其他人不在，只有张安琪。我问你啊，撒谎把人头露出来。你们呢？家人都去哪了？我妈他们出国旅游去了，上周就去了。我爸去迎接一个大人物了。什么大人物？为什么你没去呢？我只知道是上京来的一个大人物，他们都是单姓人姓，其他我不知道。9年前，你们赵家是不是杀过一个叫林萌萌的女孩？林萌萌，你到底是谁啊？回答问题！我真的不知道，不关我的事儿啊！我只是把他送到我爸那儿了，然后他怎么死的我就不知道啊！快送我去医院！这种荒凶，该死！顺着这个线索去查，所有跟我姐的死有关的人，一个都不放过。英姐，不行，也给我交了，排查凶手之前。是。英姐啊！大夫，查遍了，没有发现任何活口，而且监控视频也没有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。废物！我儿子现在死了，你们告诉我查不到凶手，我要你们有什么用？3天时间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一定要找到凶手，否则你们就给我儿子陪葬！滚！英姐呀，你死不瞑目啊！你走了还有心愿没了。你生前一直惦记那个女人，直到你走也没有得到。既然你，那我就让林凡和顾若曦给你陪葬，儿子。赵公子这是怎么了？这是谁干的？哪个杀千刀的？赵家主，节哀。说这个屁话有什么用？要让他们也节哀。过来，我有话吩咐。夏哥哥去哪了？他走了，你生气，我让他先回去了。你也住嘴上行。顾总，我刚得到消息，赵英杰昨天晚上被人杀了。
林凡，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这件事情不会跟你……哎，这事跟我可真没关系啊！昨天晚上我一直在家等你来找我睡觉。真的跟你没关系啊？你之前不还说要找他算账吗？他这种人渣，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想找他算账。赵英杰这一死，恐怕整个东江都要不太平喽。山雨有你呀！就算是风暴来了，我也能护你周全。这还在公司呢，不要搂搂抱抱的。在家是不是就能搂搂抱抱了？别在这贫嘴，老爷子还等着呢，快走。若曦、林凡，你们两个来了。爷爷，您今天叫我们过来是有什么事吗？快坐。今天我要以顾氏集团董事长的身份宣布2件事情。首先，鉴于顾氏集团副总经理顾星宇多次做出了有损公司利益的事情，给公司造成了重大的损失，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，罢免顾星宇副总经理的职位。老爷子深明大义啊！接下来我要宣布第2件事情。顾若曦自打担任顾氏集团总裁以来，带领公司迅猛发展，在短短的几年里，让公司的市值呈跨越式的增长。在公司决定大力推进凌云计划之后，遇到了重重困难和阻力。顾若曦她不怕困难，一一化解了问题，打下了大好的局面。顾若曦的能力和责任心，我们大家是有目共睹的。鉴于我年龄大了，各方面都不如从前。爷爷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公司交到你的手上，比在爷爷的手里更有发展前景。你呀，就听爷爷的安排好了。下边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由顾若曦担任顾氏集团总。爷爷，爷爷，你怎么了？爷爷，你别吓我呀！爷爷被人下毒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是谁干的？顾若曦，顾氏集团总裁的宝座，你坐回来。顾星宇，是你给爷爷下的毒，对不对？法治社会，你没有证据的话，不要乱说，小心我告你诽谤。哎，这个老头真是野心，拿你当个宝，拿我当根草，在他生死攸关的事情还要靠我来决定。对，是你下毒，你肯定有解药，快点把解药交出来。解药没有，但是能解毒的神医我带来。介绍一下，我身边这位是大夏4大神医之中的毒手神医张天心。张神医，这老头的毒你能解吗？这世上只有我能。顾若曦，听到了？你要是想救这个糟老头的命，就拿出我名义来。他可是你爷爷，个畜生！废除我副总职位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有想过他是我爷爷？顾若曦，你要是想救他的话，只有2个选择。你说：1，自杀，下去陪赵公子，毕竟赵公子对你很长情；2，当着众人把顾氏所有的一切转交给我，净身出户。顾星宇，你为了权势和财富，竟然一点底线都没有！老爷子中的毒叫阎王夺命散，毒发后3分钟之内，如果不解毒的话，就连大罗金仙来了也束手无策。你要抓紧决断。这个没有人性的东西，我在这个世上多余了。还有2分钟。我答应你，我把顾氏集团给你，我净身出户。给爷爷下第1次毒就能下第2次，就算你把公司给他们，可是我还能怎么办？爷爷现在中毒，生死为辅啊！相信我，这事情交给我处理，我会让你一劳永逸。我警告你，别乱！你要是敢动一颗，张神医就不会给他戒指，然后你就是害死他的凶手。林凡，我说了，打打杀杀解决不了问题，你听我的，先把公司给他救爷爷再说，行吗？老爷子这点毒我就能解。你会医术？哈哈，你顾若曦竟然会相信这个保安能解了他的毒？来，张神医，给他们科普一下。老夫的阎王夺命散，就算是跟老夫齐名的另外3大神医过来，也是束手无策。一个毛头小子，你能会什么医术？竟敢妄言能解！我的确半点医术不会。林凡，你不会医术就不要在这捣乱，爷爷现在情况很危险。顾若曦，你还有1分钟，
再不把顾氏集团交给我的话，明年的今天就是顾四海那个死老头的忌日。好，我现在就钱，快救爷爷！绝不能让他们得逞。顾若曦，你记住，这个死老头要是死不到，就是他林凡害的。老头的毒我能解。不是说你不会医术吗？谁说解毒需要医术？你不用医术，你用嘴给他吸出来。无知小儿，见过医术，老夫从医这么多年，从未见过如此狂妄之徒。睁大你们的眼睛，看好了！我这是怎么了？爷爷，你刚才中毒了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良好，仿佛又年轻了好几岁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跟我说阎王夺命散，全世界除了你没人能解？医学解毒，他竟然是百毒不侵的体质。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第二个人是百毒不侵的体质，少主有救了，我要立大功了。顾星宇。丧心病狂，给你亲爷爷下毒，妄图谋财害命，你想好怎么死了吗？原来是你给我下的毒！我们顾家是造了什么孽？除了你这么个畜生，你真的就该死！我告诉你们，我现在是赵家的人，我叫赵星宇。你们要是敢动我的话，赵家主不会放过你们。敢拿一个区区的赵家来威胁我？既然你对赵家这么忠心，那我就送你下去见赵英杰。家主救命啊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一点小事都办不好。赵子如，这里是我们顾氏集团总部，不欢迎你们，马上给我离开！这里是顾氏集团，马上就要变成赵氏集团的分部了。我出100万买下顾氏集团，如果谁有意见的话，我就弄死谁。100万就想买下整个顾氏集团，你怎么不去抢？抢哪有这来抢快？另外，我怀疑你杀了我儿子，你要跟我走一趟。你们没有证据，也没有执法权，凭什么要带走林凡？在东江，我赵家的话就是证据，我赵家的行动就是执法权。带走。放心，他们伤不了我。秦大师，看来你得亲自出手了。既然对少主续命有用的话，那我就得把你抓回去。小子，你是乖乖束手就擒呢，还是我打断你的手脚把你抓回去？我觉得还是我把你的手脚打断扔出去比较合适吧。放肆！秦大师是上京秦家首席的护锋，曾单挑100名雇佣军，不败的战绩。你敢这样大放厥词，还不跪下认错受死？上京秦家，看来你是让我亲自动手了。秦大师，我们与上京秦家往来无怨，素来无仇，你为什么要针对我？他的血就是原罪。突然觉得把你手脚打断扔出去好像太轻了吧？啊？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这么厉害？就你这种垃圾，我能打100个！林凡，你想干什么？上京的秦家家主即将来东江参加升龙宴，届时即将成为龙牙之主，你敢惹秦家？升龙宴，龙牙之主？没错，秦家就是万人之上的存在。就连凤银阁和郑乾坤都要俯首称臣，你敢这样对秦家，你就万劫不复！
那我就先杀秦牧，收点利息好了。林凡，你不要这么冲动。上京秦家是比赵家强大100倍的庞然大物，随手就能把我们捏死，我们惹不起。好，那我就不杀了。不过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林凡，你连秦大师都敢杀，你死定了！滚！老爷子，事情都处理好了，接着安排吧。我宣布，以后顾若曦就是我顾家家主，也是顾氏集团董事长兼总裁。林凡，你跟我出来一下，我有点事情要跟你说。你到底还有什么瞒着我？我哪有事瞒着你啊？你当我傻呀？你先上郑乾坤能听你的，后面又是跟夏倾城不清不楚，甚至还能手拆炸弹。还有更离谱的是，今天你的血还解了老爷子的奇毒。你到底什么身份？我合法的身份就是你的丈夫。你就不能对我说实话了是不是？你以后别来见我。若曦，再给我几天时间，等我把一切调查清楚，我一定跟你坦诚相待。除非这混蛋追上来挽留我一次，不，至少2次，否则绝对不原谅他。查清楚了，罪魁祸首就是秦家。具体情况给我说清楚。九头蛇组织就是秦家家主秦振涛所创的，其目的就是为了给他的独子续命。什么意思？秦振涛是个禽种，不过他发迹早，就把所有的情感都倾注在了独子禽兽身上。禽兽体弱多病，有神医断言他活不过18岁，于是秦振涛就找了张神医，用了邪门歹毒的方法为他续命。就是九头蛇在各地倒卖器官，难道他们的目的是给禽兽续命？对，你姐姐因为体质特殊，所以被赵家抓去给禽兽做药，不仅将她害死，还嫁祸给了你，让你蒙冤入狱。她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你圈养起来，继续给禽兽做药。可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，我成了龙牙之主。你隐退之后，龙牙之主始终悬而未定，秦家一直致力于此，不惜花费重大代价，说服战部众长老，将在今晚赵家举办的生龙宴上带龙前，长龙牙。今晚的生龙宴就让赵家和秦家作为他们最后的晚餐。林凡这混蛋竟然不挽留我，我一定要狠狠地骂他一顿。林凡，你混蛋！秦城，我觉得现在秦家可能有针对我的迹象，所以我担心他们会对若曦和七七下手，你务必要亲自保护他们的安全，不可任性妄为啊 ！OK？ 行，明白。现在就去。这个林凡，怪不得不过来追我，原来是和夏倾城那个妖精搅和了一块儿，都不背着我。你们干什么？干嘛了，马老师？哎，干嘛了啊？开600万，密码6个亿。那个顾家命罪是林凡，这可是生龙宴，他怎么会来？林凡，你不在家等着跟顾家一块儿去死，跑生龙宴来干什么？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啊？我来让你们去死！狂妄！平时在别的地方嚣张一下就算了，在生龙宴上还他妈这么狂妄！赵自如在哪儿？让他给我滚出来！哎，你个狗东西，敢直呼家主大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，打断狗腿，扔出去！上！
我的忍耐是有限的。我再问你一遍，赵自如在哪儿？你快放开我！一会儿上京，秦家家主和少主都会过来，和新安堡都是由顶尖高手负责。东哥来了，再能打也只有死一条。好你个林凡，敢来升龙宴上闹事，有种，很有种啊！秦家家主吩咐我，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抓到你，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就把秦家父子俩一起给我叫过来，我把你们一起收拾掉。狗东西，不仅对我爸不敬，还敢对秦家不敬，你已有取死之道。废什么话呀！来人，先把这个狗东西给我拿下，让他跪着给咱爹磕头。知道你很能打，我给你准备了6个1000瓦的电棍，我看你怎么应付。我就是这么应对的。雷凡，你以为能打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吗？至少解决你没有问题。你说解决我？好啊，来呀，我看你怎么解决我的。爹，不用保护。你还真是头铁啊！我不是头铁，我是肆无忌惮。你不知道吧？你的老婆顾若曦，我找人把她给抓了。真是活腻了！你胆敢绑架我老婆？你是有点不信吗？来，给他看看。喂！马上给你的人打电话，让他们放了我老婆。林凡，有种你弄死我，你就再也见不到你老婆了。来呀，你弄死我，你就可以换老婆。你是在玩火我？你很能打是吧？你能打有个屁用！出来混是要讲势力、讲背景。像你这种泥腿，再能打，一辈子也是个小瘪三。认清现实了吧？想让你老婆活，现在跪下跟我说。哈！李凡，你不是很能打吗？这就打呀！你可千万别跪了，我还想看看顾若曦那个贱货是怎么死的呢。我告诉你们，今天我老婆要是少一根汗，我让这里血流成河。你就认命吧，像你这种泥腿子，一辈子只配在我脚下匍匐前进。我数到3，据我所知，你只有3个儿子，这个应该就是你最后的血脉了吧？我敢不敢杀他？我不信你敢弄死我儿子，要不我弄死你老婆！看来你也不太喜欢这小儿子啊！救我吧！啊！我2个儿子都被你个混蛋给弄死了！我要弄死你老婆！来人，打电话，发视频，让你们看看他老婆怎么被玩死的！不用打电话，我来了。若曦，你没事吧？没什么事，就是他们抓我的时候手扭伤了一下，幸好夏阁主及时出现，把我救了。谢谢你啊，倾城。跟我还那么客气。若曦，你怎么会好端端的出现在这里？我派去抓你的人呢？就你派过去那2个虾兵蟹将，我一只手就收拾了。现在应该已经被关起来，协议结束了。凤银阁阁主夏倾城，你不仅卖地给顾氏集团，还联合顾家对付我赵家，你图的是什么？应该是图他长得帅吧。
你知不知道我赵家是秦家的附庸？得罪我赵家，就等于得罪上京的秦家。我知不知道清不清楚，应该都没有什么关系吧。反正上京秦家也快没了。秦家家主会在今天的升龙宴携着龙戒，将掌管世界最强战力组织龙牙成为龙首。秦振涛想当龙主，下辈子都没这个资格。你找死！林凡，夏阁主，我们走吧。我先前就听说上京秦家今天请了大量高手，等他们到了就没机会走了。林凡，你杀我2个儿子还行，今天你们谁也别想走，给我儿子陪葬！他说的没错，现在还不能走，在事情没结束之前，谁都不能走。林凡，你别胡闹，就快回去，快走！灭了秦家和赵家，我们再走，好吗？赵家也就算了，你还想干掉秦家？秦家家主那可是龙牙之主的存在，都不算什么，没有问题啊！相信我。他能解决秦家和赵家。可上京秦家那可是只手遮天的存在。我想你应该学会比他多一点些。我不走了，告诉你靠山都来吧，我一起把你们都收拾了。林凡，你断我赵家香火，我跟你的仇不共戴天。我赵自如醉天发誓，今天一定要你碎尸万段。代替，那是当然。等秦家父子来，我就一起把你们送进地狱，让你跟你2个儿子在地狱团聚。现在的年轻人是越来越狂妄了。我倒要看一看你是怎样把父子俩送到地下的。秦家主，他就是林凡。我儿子要演。秦家主，林凡杀了我赵家最后2个儿子，你要为我赵家做主，替我报仇，讨回公道啊！太好了，今天我秦振涛要执掌龙界，成为龙牙之主。今天又赶上我儿子续命50年的幼役，双喜临门，这是双喜临门。秦家主洪福齐天，旗开得胜，掌管龙牙，必将成为大夏第一人。拜见龙主，你这种人面兽心的畜生，不配当龙牙之主。自从前任龙主重伤眼退，龙牙无主已经6年有余。战副长老经过反复的甄选，决定由我出任龙牙之主。我没有想到，一个东乡小小的泥腿，这个世上竟然在大放厥词。难道不怕诛你九族吗？你疯了！龙王之属的归位，你也敢指手画脚？若曦，这世上若是只有一个人能一言定龙主，那这个人就是我。林凡，你真是狂妄又可笑啊！让你笑吧，再笑，一会儿我会让你下去见你2个儿子。这龙主之位的归属只有2种可能可以认定：一是由前任龙主携龙界找到甄选之人认定龙主之位；如果出了意外的话，则由战部长老选择出候选人，这候选人携龙界认主，认定新任龙主，就凭你一眼就能认定龙主之位，你觉得你比诸位战部长老地位更高吗？嗨，林凡是跟大家开玩笑的，我们对赵家和秦家绝对没有敌意。我今天来就是带他走的。既然今天是大家的好日子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若曦，你之前不是一直想问我是什么身份吗？我本来想过几日再告诉你，但是今天当着秦家和赵家的面，我也无需再隐藏。什么身份？我就是龙牙之主。你就是那个被誉为全球强者，号称兵王之王的龙主？
怪不得你这么厉害，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到你一样。放屁！上任龙主6年前突然退隐，连传人都还没来得及找，导致龙主之位6年悬而未定。这很显然是遭遇到了不测，怎么可能是你这个所谓的老公呢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开玩笑？不然，这个女人颇为喜欢，想留下。这还是我儿子第一次对女人感兴趣。你放心，等我把这个连凡做成药引之后，这个女人就是你的了。小妞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人。来人，把他们2个抓回去！抓！林凡，如今秦家4大高手齐出，我看你怎么死啊！你竟然能打得过我秦家最厉害的4个供奉，看来只有我亲自出手才能拿下你这个泥腿子！七杀贪狼破军3大龙摔刀。今天是新任龙主归位之日，何人在此吵闹？哈哈哈哈哈！你已经是囊中之物，待我掌控龙剑，成为龙牙之主，再来收拾你。把龙剑拿来！就算龙剑在你面前又如何？你一样把握不住。夫君，此人屡次挑衅于我，我以龙主唯一继承人的身份，命令你们把他拿下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动手！我已得到战部长老的认可，只要我掌控龙剑，就能成为龙牙之主。你们3个人对我动手，是要造反吗？敢对我等之主造次，杀你都应该。谎说出手！他，林凡，你们的罪人！我等拜见龙主。你真的是龙主？怎么舍得骗你呢？秦振涛，不要再负隅顽抗。没想到当年留了你的蝼蚁一命，竟让你有了天大的机缘，被上任龙主挑选为继承人。可惜你天生命贱，担不起这破天富贵，只有我来。秦振涛，我有一件事想问你，我姐姐到底是不是你杀的？没错。你姐能为我儿续命，成为我儿的药引，是她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呐。既然如此，那今天你和你儿子都得留下，给我姐姐偿命。只要我掌握了龙剑，得到了龙剑一代传承，就算你是上任龙牙之主，我乖乖的匍匐在我的脚下，还想找我报仇？姐，你在天之灵一定要看好了，我是如何为你报仇的。报仇？你凭什么？就算你是上任龙主，可是你连掌控龙剑、挑选接班人的能力都没有，肯定跟废人不二。等我掌控了龙剑，等龙主传承之后，拿你去做药引。秦奋刀，你放肆！龙剑你都敢染指？哈，我有战北长老令护体，天下间除了我，还有谁能够抵挡龙剑的刚压？掌控龙剑！慌什么？龙剑又岂是他这种心术不正的人能掌控的？让他拿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不自量力啊！你这种卑贱之人，就只能为我们上等人提供养分。我实话告诉你，你姐姐死的时候挣扎了2个小时，她一直在苦苦的哀求我们放过你，那是可能的事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所以，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我成为龙牙之主。为什么我有战部长老令护体，龙剑的瘴气怎么会伤到我？只要有我在，我才是龙界真正的主人。狂妄！你一个受重创只能隐退的废人，也配龙界任你做主？谁告诉你龙主是重伤隐退？还在装腔作势！他若不是重伤隐退，怎么会主动让出龙主之位？
就让你看看我是如何掌控龙界的。林凡，不要中了钱振涛的激将法。对不起，我没事，我很好，我也很冷静。在我面前不需要伪装。你如果没有受伤，你大可以发动龙牙之力调查幕后凶手，不是更好？龙牙那样庞然大物，动于霸天全身，我不能为了一家的恩怨，陷大夏于危险之中。恭迎龙主归位！恭迎龙主归位！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是龙主？你怎么可能是龙主？你怎么可能是龙主？我说过要用你们的命祭奠我姐。也以为我怕你？我给你天了！我。别杀我！我求你饶我一命吧！姐，我结婚生女了，那些害你的人，我也亲手帮你报仇了，你安息吧。琪琪，你上次说让夏依当你的小妈，你还作数？